有人話運動員嘅路係好單一嘅，因為佢嘅目標只係得冠軍。練體育真係好攰，而且冇人可以幫到你。想攞到冠軍，你只可以靠自己。首先，我覺得我冇童年，即係基本上好似我哋過年係冇得翻屋企陪屋企人過年，自己幾不孝咯。其實係唔捨得咯，因為我成功過亦都失敗過，而且即係名啊利啊，即係其實都帶俾我好多。但係因為對於我嚟講，我覺得其實嗰啲係過眼雲煙。我更加珍惜，我更加在乎嘅係我咁多年嚟同佢哋建立嘅一種即係好深厚嘅友誼咯。我好慶幸我可以繼續參加呢次亞運會，雖然我已經唔係運動員。呢次亞運會嚟到我屋企，雖然我已經冇機會再上場比賽，但係因為有你哋喺我身邊陪住我，我會覺得更加幸福。